Audi 自1999年參加法國勒芒24小時耐力賽，先後12次奪得冠軍。而今年6月奪得冠軍嘅 R18 e-tron Quattro 同款賽車，最近就運咗嚟香港同車迷見面。R18 e-tron Quattro 係第一款柴油 Hybrid 勒芒賽車，透過回收前輪嘅動能轉化成電力，儲存喺轉速高達45000轉嘅飛輪。當車速超過時速120公里，車頭嘅電動摩打就會帶動前輪，而 V6 TDI 引擎就負責驅動後輪，達到4輪驅動效果。受惠於今年新賽例 ，Audi 有更大自由度改良氣流力學部件，令 R18 e-tron Quattro 更加慳油。透過無線電傳送，車手同後勤人員可以不停監察賽車耗油情況。Audi 嘅 LED 車頭燈好多車主都用緊，而 R18 e-tron Quattro 每邊嘅車頭燈都各裝置咗8粒 LED 發光體，能夠自動將更多光線投射到彎內。另外，為慶祝 Audi RS 車系誕生20週年，廠方推出咗彩藍色車身 RS4 特別版，以示向1994年面世嘅 RS2 致敬。香港只獲配售4部，睇中就要快手啦！